好，欢迎大家来到荣松佛教频道，我是 Radio 2000的主播 Iris。非常感谢堪布的邀请，也非常荣幸有机会能够与荣松佛教频道的创始人泽仁扎西堪布与藏医药协会协调员、独立音乐人周毛家老师共同探讨关于藏传文化智慧如何帮助人们解决痛苦，带来内心的平和。首先，有请堪布和周毛家老师和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打招呼吧。很珍惜的嘞，我叫朱毛佳，也可以叫我朱摸。我很开心可以来到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这是的嘞，我是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荣宗佛教频道平台的创办人，也是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就是能够邀请到朱墨家老师，这是无比的荣幸。感谢堪布和周毛家老师。哎，首先啊，堪布，我很好奇，就是您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机缘认识到周毛家老师的呢？我其实经常关注这些我们这个藏人的这个年轻一代在做什么，但现在网络和社群媒体上比较容易看得到大家都做什么。那其实我就这几年一直看到周末家老师呢，在就是各种平台，在就是一个国际各种各样的一些平台和舞台上面，就是这个发挥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尤其是呢身心灵方面的，而且他是完全是以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方式，又是用藏文。这个英文、汉语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这种流利的就是跟这个国际间交流，所以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棒。那接着呢，当然我也在这个听到很多中国家老师唱诵的一些这个音乐尤其是这个咒语等等，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缘起吧。嗯，因为我之前也去关注了周毛家老师的音会啊，然后我发现就是在周毛家老师身上和堪布身上，我都感受到了一种就是和当代年轻人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对传统文化和佛教思想都很有自己深刻的理解。所以我就是很好奇啊，周毛家老师，就是请问您觉得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它背后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成长环境吧，和家庭教育。嗯我不知道堪布小时候是在哪个区域长大的，但是肯定是有着很浓厚的这个佛教气息和佛教文化的包裹。那我自己也是如此。出生的地方呢是一个小山村。然后我的母亲的整个一个家族呢，都是在我儿时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的组成部分吧。然后我母亲家庭所有的人都是非常虔诚的。每个月就是有任何的吉祥日需要做任何的法会去做布施都是不会去错过的。那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努力向善的这个过程呢，被一个孩童就是见证，然后慢慢的被这个孩童内化。可能我是这样一个角度成长的孩子。可能这个是我当下可以考虑到或者可以链接到的一个原因吧，但是我觉得其他原因也是有的。开幕是和周毛家老师是在同一片区域吗？还是就是在同一座城市？可以这样理解吗？呃，应该不能这样，因为这个藏地太大了，所以这个哦，地的位置就像澳洲这样的，就是不能像在就是这个邻居的这种概念的，因为中国讲是属于嗯，这个青海地区的这个藏区，那我哦，是属于这个四川这边是甘蔗的这个藏区，所以其实是距离，尤其在当年来讲的话呢，非常遥远的。但是我知道中国讲应该是热贡，对吧？您是？对对对，但我是这个公主扎西克，我是好现在。扎西克，现在说的话市区哦，片。那其实呢，对。我也跟你们一模一样的，因为我是30岁开始学汉语的，然后我不是9岁开始自学藏语的，所以之前呢，我没有任何的这种正规的教育，我也没有一听没有上过这个正规的这种义务教育的这种学校，但是我的成长的环境，一切都是我跟妈妈一起长大，然后就是妈妈的这个一举一动，所有都离不开佛教的文化，所以也从小就是我的信仰，我的一些这个对文化的一些热爱，各方面就是都是跟离不开家庭，这个跟中国家是完全是相同的。嗯，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家庭文化的影响是传承一代一代的哈。
家庭文化当中，我觉得尤其是有一个现象，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有的一个东西，就是家中的长辈，就是一个小孩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些长辈比他年长的人，比较有生活智慧的人，可以把这些生活智慧呢，从每一天细节当中传输，然后这种过程呢，他不会有压力，然后也会比较亲近。嗯，然后这个小孩儿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些像这样的怎么说呢，有智慧的这种年长的人去透过他们生活的方式再去建设自己的生活，可能是一种比较潜意识当中，可能当时小的时候还没有那么。主观的意识，但是它有一个被动的一个潜在的意识，然后这个潜在的意识呢，可能在我们就是过了大学或者大学结束之后呢，这个潜在的意识就会成为主人格那种感觉，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重。那其实我个人到20出头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跟传统文化的这种链接呢，越来越深刻。我对自己的一个分析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分析过来的。我觉得跟我小时候家里面很多老人和这个叔叔阿姨去很认真的去生活，去积累他们自己生活当中的智慧的这个过程是很有关联性的。刚才钟宝佳老师在聊的时候啊，其实提到了很多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很好奇，因为当我们是一个孩童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时候，父母说的话会不会其实那个时候不太懂到底是什么？比如说，父母会跟我说，哦，很多时候你可能要跟从自己的内心，你要寻求自己的热爱，诸如此类。但是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一些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说这种传统文化背后为什么会去这样做，其实那个时候也不太清楚。但是好像只有慢慢长大了之后，你再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做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是这样子的。我在想，会不会就是这些方式是需要自己慢慢长大之后才会慢慢理解的呢？就像刚刚您提到的，您说小时候父母会不会说啊，你想要做什么？你最喜欢你想要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对吧？这个其实在我儿时的环境当中是没有的。我的父母并不在乎我以后要干什么，其实当下他最在乎的是我当下有没有吃好啊，我当下有没有睡好啊，这是非常朴实无华的一种对孩子的一种观点，就是我父母对我，还有我的父母的长辈就是整个那个家族里面的人呢，他们对我的观点不是那种望女成凤的那种感觉，这种文化其实是比较在那个家庭我自己感受到的是比较少有的，没有期待的，他就是觉得啊，你出生你是一个生命，独立的生命，你就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去感受那个独立生命每一个生命阶段当中应该感受的这个世界，或者说自己内心。呃，如果要感受很好的话，你必须首先要吃好，要睡好。那在你睡好吃好的这个基础上呢，你的身体里面的我们藏医所说的五元素，它都是比较平衡的状态。那五元素平衡的状态呢，你的心不会有太多的干扰，你的身体也不会太多的干扰。那你再去链接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论是学习，还是跟人链接，它这个过程呢是比较美好的。那给这个孩童留下的记忆也都是比较美好的。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他就是通过应试教育，我自己也是从这个中国的应试教育里面出来的，一直在那边读到了大学毕业本科毕业。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于我而言特别惊讶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大学时期呢认识到更多的这个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这个同学。那在跟他们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惊讶的事情很多，但其中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有一个汉族女孩呢，她是数学非常非常好，她也是考了非常高的分数到了这个同一所学校。那我的数学是比较差的，但是我要考试，我就必须要去学。我心里面就在想，哎呀，我数学的确是不好，但是如果我遇到一个很耐心教我、愿意教我的老师的话，我认真学，我觉得是可以提高我的分数的。所以我就每天我就去请他教我，他也是非常心善愿意每周给我2节课的时间，我就每周去他的宿舍里面跟他上数学课。那他跟我讲课讲到第4次的时候，应该是1个月过去了，他突然就很感慨的跟我说，他说朱某。
你好像真的很享受这个学习的过程。我说，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呀。他说，不是的，我生命当中学习就是应试，就是你必须为了考试去学习。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学习，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学习是一件很享受的过程的一个现象。这个于我而言，当时是很震撼的。那之后，我跟他在更多的交涉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个基础的认知。就是他在小的时候呢，家人对他的爱都表现成了你要考好分数你要有一个好的出路那你以后要赚很多钱。这种实际的方向呢，的确是非常。它包含着很多爱，但是这种爱的表达方式呢是比较单一的。这种单一的方式呢，对于小孩儿而言的话，是不容易理解，然后很容易被曲解的。那这个曲解的过程呢，小孩子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的去用语言形容出来那他的感受层面呢，就是会被局限掉。那包括我看到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女孩子的现象，我觉得不一定是只有她一个人，我觉得是有很多这个孩子都是有这样的相像的经验的。对。嗯，您刚才描述您家庭这样的氛围，哎，堪布，您也是在类似的环境当中成长吗？还是就是说在藏传佛教这样一个大背景的影响下，每一个家庭的父母他其实对孩子的这种爱就是很朴实无华的呢？是没有错啊，就是一开始的确实是比较活在当下的那种啊，所以小时候我们的这种观念都没有那么的这个多的精准和比较，所以比较朴素，所以我的汉语没有朱墨家老师那么好，但是我要讲的重点其实也差不多，我们的观念是相同的，因为呢，就是嗯我自己也从小这个成长的环境当中呢，就是都是一种比较处于一种简单和一种快乐的这个状态，这个是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讲的话非常重要。我记得20多年前吧，就是我们很多嗯人那个时候，就是很多藏地的这个人都觉得孩子一定要这个送到学校，觉得这个能有机会读书是非常了不起。可是呢，20年后的现在，我看到有一些部落里的人，他们还是用朴素的这些藏语跟父母相处，这是可能会这个9年义务教育制，更多就是这样继续在那边这个过牧民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到底是送到城市里面读大学的那个好呢，还是父母那边像当年的我们一样生活的更好？其实现在我是非常难做选择的，反而呢，我也许是更支持。当年我们那个时候的那种状态的这个做法，长期来讲的话呢，就像刚刚钟国杰老师说的一样的，读完大学后，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些对于我的这些经历和成长的过程，就可能会成为你的真正的这个财富。那另外一个呢，嗯刚刚钟国杰老师说的，学习包含了一种热爱的这个态度。我最近做了一个修行非常好的一个善知识，做了一个访谈，他是教很多学生，包括有些歌系都是他的办的这个教的这个教出来的学生，所以他也专门做这个佛法老师，每天讲七7、8堂课，这样就是教课，从早上到晚上就是讲课的这样的一个佛法老师。那我跟他说，是我们对学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他说，你对学习，你对学经纶的态度，不能当做一种，在这个做生意的时候，人跟人之间不是较劲，看起来表面上很热爱握手，就是彼此都讲好坏的，不要那样的态度，而且相处你的家人和父母亲人一样，不离不弃。你一直跟他们好像有一点距离，但是好像永远你们也离不开的那种状态了。你要相处你的这些所学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意思讲的，我觉得非常好。这样的话呢，你不会变成压力了，反而变成就是非常欣赏或者一种乐趣，或者就是在这个感受到一种快乐的一个状态。嗯，确实，很多时候父母总是说你要带着乐趣去学，不要是总觉得你是被迫去学，感觉这样可能在学习的过但是程当中也父会觉得很母这样说，但是刚刚多快乐。周末的老师说的一样的，如果父母要求实质性的很多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考什么样的分数等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开始变形了，就变成负担了，所以嗯。就比较不容易处理了啊。
嗯，确实，同一件事儿，可能不同的方式或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哈。哎，周木佳老师啊，我很好奇，就是刚才我们在聊学习过程当中，然后您也提到了您就是对学习的这种非常纯粹的这种热爱和乐趣。哎，那您是怎么意识到就是您对音乐有着别样的天赋的呢？哦，对音乐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别样的天赋，在藏区，我觉得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唱歌跳舞的，是一个可能是我们这个民族大部分人都基因里面自带的那种感觉吧。这个可能说的有点夸大了啊，但是的确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遇到的我的同学啊、朋友啊，包括家人，都是有很多好嗓音，有肢体非常的协调。其实到后面，去见更多的人，见更多的文化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密集度在藏区还是蛮高的。因哦，为你在这样，一个班里面，对，你在一个班级里面，可能40个孩子，你可以发现30多个孩子都可以唱的。所以小的时候可能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唱歌有多厉害，就是我知道我会唱歌，然后我也很享受唱歌的过程。它属于我成长过程当中，对于我而言，属于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吧。就是去唱自己喜欢的歌啊，年轻一点的时候会去通过不同音乐的形式，尤其是流行音乐，因为那时候网络不是非常发达，我们能够在这种公开的场合听到的音乐的资源呢，都是流行音乐，因为它都是免费发放的嘛。所以像通过这种音乐的形式去接触到不同的语言体系，所以我当时听音乐主要是用来学语言的，就是学中文啊、学英文啊、学藏文啊，就是都是用音乐的体系，我会比较容易接受，对，也是比较嗯。找到了自己的乐趣，然后结合点吧，对。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擅长学习语言的人，那我这就记下来哦，多听这个语言的音乐。因为刚刚周末的老师说呢，就是藏族人呢90%和这很多会唱歌跳舞，但是其中的邻里就最不会唱歌、最不会跳舞的是我。我小时候跳金刚舞，然后就是这个跳的，当然这其实是没有受训练的关系，但是呢，就是被那个负责的喇嘛骂了，然后就是从此以后就是我就免除了。就是去学习金刚舞啊，后来我还这个学成文章了啊。那但是我小时候我去山上自己阅读格萨尔旺的故事和莫拉里巴的传记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想唱出这个里面的这些歌颂、这个歌词和这个金刚道歌，但是我的嗓子一直不好，甚至我就是用那个《陀罗尼全集》里面的念了7遍还是什么100遍，就是能够声音变得很好的一些咒语，我念过，但是没有产生效果。但是呢，这是一个这个题外的，但是这是一下这好这个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真诚的这种小时候的那种经历和一个感想吧啊。咦，那就是因为在您的这个音乐会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就是有两方面，一个是主语是音乐会，那它的这个形容词可能就是比如说疗愈新咒音乐会，就是这个疗愈和音乐会这两个方面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机缘吧。起初我在藏区读完本科之后呢，我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就跟我说，那你毕完业你就去学藏医吧。我当时其实心里面是没有底的，我觉得我大学毕业了，然后现在要突然去学一个新的东西，而且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是考研的考研，找工作的找工作，这个考公务员的考公务员，就是一下子有一点懵。但是我的老师就很坚定的跟我说，他说，你一定要把藏医学好，只有把藏医学好的话，你才可以更好的回归到你本身的文化当中。因为当时学完整个本科大学大概4、5年，你学完之后呢，我个人的经历不代表所有人啊，就是我讲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当时的个人经历呢，就是有点，呃。因为我在城市居住，因为大学城市居住了4、5年，和家里人的这个关联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在逐渐变少。那我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就会遇到很多很多这个
独立人格正在慢慢形成时会遇到的很多问题。那这时候就会有一种迷茫的感受很深。那我当时没有去，我比较感恩的是，我当时没有去逃避这个迷茫的感受，我是认真的对待它，然后也是去寻求在我当时范围内可以寻求到的帮助。那比如说我的这位很重要的老师呢，也是我现在的藏医和灵性的老师，叫 Nida Jenathang。然后 Nida 老师呢就跟我说啊，那你一定要去学藏医，因为只有通过学藏医呢，你才可以慢慢回归到你的就是藏文化里面，然后你现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迷茫的问题呢，也会迎刃而解。那我对他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我就回到了这个零基础，就是从零开始去学藏医，嗯、然后学了大概1年半左右，就去了这个青海藏医院里面实习，实习了几个月之后呢，我的老师呢就说你来这个西方，因为我们西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叫国际索利康或者国际藏医药学会，需要更多的这个讲解员啊或者传播的藏医文化传播的人，那我就顺着这样的一个缘分，我就来到了欧洲。那起初我来欧洲的时候是来做讲座的，但是讲座听的人特别少，就只来几个。呃，我的主办方们就问说：“哎呀，安卓莫，你是不是会唱歌呀？那你要么在这个讲座前后唱一两首歌吧。”我说：“啊，那可以可以。”我就在这个讲座的前后呢唱一首歌呀，然后讲座完了之后再唱一首歌呀，慢慢的就有更多的人来听。这个讲座就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这个疗愈音乐会。其实它原本的性质是一个讲座，这也是为什么我的音乐会呢，它是有点像工作坊一样的体验，它并不是单纯的去听1个小时，而是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每一个心咒、每一个祈请文背后的最主要的表达的含义，然后再去链接它的读音，然后跟着就是我还有乐手老师们一起去唱诵，所以整个下来呢，就是它代入感是非常强。那念诵这些心咒之后呢，它会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和他的情绪层面是会有一些微妙的改变的。那这种改变呢，日积月累就会达成我们所说的这个疗愈的效果。那这个呢，等会儿可能再细讲。所以听上来感觉好像就是并不是说哦，只听一次或几次，它会有一个很直观的疗效，好像是需要有一个就是时间的累积。这个因人而异，像有些人他已经在思考自己的问题，他只是没有一个突破点。那像这一类的人的话，他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契机，听到一些特殊的心咒或者一些特殊的本尊，可能跟他有一些缘分，前世今生的缘分。然后他突然听到这个本尊的心咒之后，一下子就，他比如说原本是哭不出来的，他就哭出来了。哭泣是一种排毒的方式嘛，所以就一下子所谓的这个毒就排出来了，情绪层面的。那还有一些呢，很直观的，就是哭泣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反馈。我的音乐会，我在西方大概10年，这10年间应该办了150多场音乐会了，跨境应该是有30多个国家。那这个经验当中呢，我会经常看到他们在音乐会之后来找我反馈，或者说后期写邮件给我反馈。那这个反馈当中有一些通信的一些反应，一个就是这个哭泣，哭泣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发现，就是放心咒给他们的新生儿听就是小孩子新生儿听的话，就是比较容易入睡助眠。这个是第二个反馈比较普遍的，还有一个反馈就是说，比较烦躁的时候呢，心比较容易静下来，这个心静下来的，这个部分的反馈也是蛮多。那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杂的，可能是根据自己的当时的情况所得到的一种感受，这种的就反馈是类别比较多了。嗯，其实说到这个，我很好奇啊，因为比如说，当我们提到咒语，可能在我的理解，我一个外行人哈，他的理解是不同的字连在一起。那但是单说这个字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觉得哦，它有什么对我产生一些独特的影响。但当这些字巧妙的连在一起，并加上一些特殊的旋律，好像就真的会给人带来一些别样的变化。我相信堪布肯定也有过一些相似的体验，比如说带大家去读一些咒语的时候，我就是很好奇，就是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呢？咒语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力量。根据我的这个看法吧，就是说，因为佛有好几个层面的，也就是说四神、法神或者化神、报神、法神这样的一个层面的三神佛。那这些超越世俗谛的这个佛的部分，是我们呢没有办法去看到的，因为它已经是超越原理以及希伦的状态。所以呢，这个人间呢，他们就是我们的和佛菩萨之间的一种连接的方式，一个桥梁，其实是这个咒语。咒语本身就是一个佛的一种化身，可以这么去理解啊。或者这个诸佛菩萨所驾车的留下来的他的一个殊胜的势力啊，就像我们说是粒子，大家有一些知道他的肉身的势力，但是呢，就像定真宁波就是元气咒呢，它是佛的发生的势力。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所有的咒语都是诸佛菩萨的代表，也就是我们和诸佛菩萨之间沟通的一个信号。所以，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呢，非常有力量的。再加上藏地这个本来就是这种辽阔无边的草原，然后就是这种纯洁的、相对的比较单纯的那种心态。我不是说是藏族人了不起，没有这个意思，但是确实是各个方面的环境等等，他一些心态、环境、外在、内在的自然方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力量，再加上独特的文化，所以用这些结合起来的，它传播出来的这个声音，本身好像听别人说是有很好的疗愈的效果了，但是这个细节当然我不能由我来讲，应该是钟国坚老师继续讲。对极然后讲到星咒的话，据说就是从藏医的这个角度去讲星咒的这个起源的话，据说星咒的起源地区是在冈仁波齐附近，是在阿里地区。然后像阿里地区的话，以前也有很多非常古老的这个文明有古格王朝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嗯，然后从这个时间点上去讲的话，其实最早的这个就是书写的笔记就是记录到书籍当中记载下来的这个是在4世纪本教时期，在那个时候是这个本教的创始人的这个儿子去书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书籍叫《蒙系》。然后这个蒙系里面据说是有很多的内容都是通过星咒去进行疗愈的。那在一些这个藏医民俗的历史文化当中呢，一些瓜汤里面也有记载过，就是说这个阿里地区或者说这些高原的地区，以前在人类还没有就是遍布那个地方之前呢，是有很多非人在那里居住的。那其实这个就给了我们很多遐想的空间嘛，就觉得说这些非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些非人呢，他可能是肉眼可见，有些可能是肉眼不可见的，那种种都有。但是这些肉眼不可见的非人生物呢，它是没有身体的，但是它也是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标准，它的健康的标准就是能量为基准的。所以它的能量呢，就是我们在藏医里面讲到的五个能量天空风水土火。那这里面跟中医的那个5元素呢有一点出入，就是一个是这个天空对应的是这个中医里面的这个金，然后这个风呢对应的是中医里面的木。那我们是这两种。不同的5元素，我们在藏医的体系里面都是用的，但是我们把它分为内5元和外5元。那现在我讲的是藏医里面的内5元。那这个内5元呢，就是一定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它才可以它才可以是健康的状态。对，那这些非人不可见的这种生物呢，它就是需要里面的风能量空间都是干干净净的，都是彼此不干扰的。那如果干扰的情况，如果风太多，那就成了 tornado；火太多，那就已经形成了干旱。那水太多，那就是形成了这个洪水。那土太多，那就形成了地震。那它每一个元素都是由自己直接相联系的这种非常不好的自然灾害。那这种自然灾害对这些非人来讲的话，就是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健康。那我们这个
这个以前的这个民俗历史当中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先不考虑说它可信度高不高，先考虑说这个它是一个故事线，然后这个故事线里面是说有这样的一个非人的群体，然后这个非人的群体呢，就是通过声音。通过声音的音波和颜色以及就是这个形状来去平衡他们这个五个能量的。之后呢，他们呢就和他们一部分人呢是和不是人，就非人呢和人类结合，人类也出现了，然后和人类结合，然后再和人类结合的这些人呢，他就成了像桥梁一样，然后也有一些就是修行者，他去非常隐秘的地方进行长期的独处修行，那他的眼睛、耳朵他的这个力量是比平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这时候呢，他就是可以听到和看到我们平常人看不到和听不到的这个非人的这个交流方式。那也是在这个故事线里面也是有提到说，这些非人的智慧呢，就以这种形式传授给了这些修行人。那这些修行人呢，后期呢就慢慢的把这个智慧呢就传授给了人类文明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那所以就是这个星咒的起源呢，它肯定是有一些是非常神秘的，就像这个民俗故事里面所讲到的非常神秘。然后等到8世纪的时候，这个佛教传播到西藏然后。也是除了8世纪之前的很多以象雄文字为主的这个象雄码为主的这个星咒以外呢，也有这个佛教的星咒。那它这个星咒直到现在呢，我们就是传承下来的星咒呢，它的载体呢主要是以3个文字为主的，就是有象雄文字、有藏文，然后有这个梵文。那很多的星咒都是以这3个文字为主去形成的。那它有些文字呢，它是相对意思的含义的，就是这个文字呢，它就是以含义为主。比如说我们那个像刚才堪布仁波切说的这个一个星咒的种类，就是这个佛教星咒。那比如说跟本尊相链接的这个星咒，你比如说想跟药师佛相链接，你就是需要通过他的星咒去感受到他的力量在你的身体里面，因为通过这个星咒的这个星咒，你在念诵的过程，它其实就像唱歌一样，它是可以消耗卡路里的。然后消耗卡路里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它是有这个热量和音波在你的身体里面震动的。这个震动的过程加上你观想药师佛在你的头顶。那观想的这个过程呢，它要包含颜色，因为这个药师佛是琉璃蓝色，那你要包含它这个颜色的观想，包含它的形状然后它手里拿着什么呀，它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呀，像这些它都是这个疗愈的一部分，也是心咒的一部分。可能大部分人对心咒的认知就是念咒。单是这一个，其实不是这么单一的，它是需要3个层面的一个集合，就是一个颜色、一个声音，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形状。那讲到现在就是我刚说的3个语言组成的嘛，3个语言组成当中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佛教佛教的信咒，另一种对佛教的信咒，然后本尊的信咒主要是主要的这个愿景就是链接本尊，最终呢达到真悟是这样的一个灵性信咒。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疗愈信咒，那灵性信咒也可以是进行疗愈的，这个不冲突。因为很多的这个本尊的心咒呢，它当事人非常有感受的话，它就是可以进行疗愈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心咒的类别呢，它就是专门用来做疗愈的。那它跟本尊就没有关系了，它主要就是我们身体里面5脏6腑都有它自己的心咒。比如说这个肝脏的心咒肝脏的心咒叫 Om Chinde。那不说错哈，然后 Om 就是所有这个心咒的起源，也是代表生与意的。然后很多星咒都是以 Om 啊或者 Om 啊轰或者 Om 轰头的它代表的就是声与意的这样的一个平衡。那签呢，其实是
藏语的白话，就是氰就是我们的肝脏，那就是疾病，氰内so 那有2层意思，这个so 一层呢是去熄灭或者让它平静下来，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把它解决掉的意思，打掉。所以对打掉消灭掉这样的意思。然后 soha 它就是一个平息，让这个心咒的力量可以进入这个地方去，让它平息这个疾病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西增怀柱里面的这个息的意思。所以很多的这个以平息为主的心咒呢，它都是以 soha 为结尾的。那这样的情况的话，你看这个心咒，它其实就是特别白话文，就是你在跟你的肝脏说话，哎呀，肝脏你赶紧给我好起来，不要再继续给我病着了，就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你在跟你的肝脏的疾病对话的感觉那有些心咒呢，它不是以含义为主的，它是以这个种子字所链接的这个形状和颜色为主的。比如说每一个种子字呢，就是我们藏语，比如说嘎嘎嘎嘎这个30个辅音字母和5个元音字母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字母呢，它都是有对应的五元素的。比如说，嘎咔嘎嘎对应着哪个五元素？那这个每一次你念到一个心咒的种子字的时候，这个种子字里面它对应的是哪一个种子？哪一个种子字或者哪一个呃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它就是相对应的在平衡你身体里面的相对应的这个元素，对这个能量，对对对。所以它会自然而然的去打通你身体里面这个元素所在的。那这个时候就必须结合藏医的知识了，因为藏医里面呢，它就很细分的这个。告诉了你这个5个元素，它是有什么功能？比如说这5个元素呢，它被分为3个能量，我叫它生命能量，在藏语里面叫做捏巴，那3个捏巴然后在中文里面呢，我们把它翻译成3个生命能量，然后在这个英文当中呢，它叫 humors，three humors。它和这个阿育吠陀的医学呢是很相像的。阿育吠陀呢就是有3个这个卡法毕达瓦达有这个3种他们的分类方式和这个藏医的分类方式非常相近的，但是在细节上面有一些些不同大部分都是比较相近的。嗯。因为藏医呢，在历史长河上形成的过程当中，它汲取了世界上非常多的这个医学的知识，比如说这个阿育吠陀的知识还有这个中医的知识，还有这个 Unani medicine。Unani medicine 的话是现在你去看它的根源的话，Unani 以前是在伊朗这个地区，以前的这个波斯地区的医学，但这个它的根源是在这个希腊古希腊的医学了，所以其实藏医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国际性的这样的一个医学体系。那如果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心咒的疗愈功能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分开去学习，因为你一定要通过藏医这个3个生命能量，它是有更细化的这个分类，这细化的分类呢，每一个分类都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有这个。呃身体里面是有这个主要的地区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上行风就是风能量，风这个能量呢，它一共5个分类，其中一个分类呢上行，它往上走的。那往上走的这个风呢，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说话，让这个风呢往上走，气往上流，然后可以说话，然后可以打嗝，或者有没有欲望说话。就是有些人他这个抑郁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是没有欲望说话的，他就会觉得哎呀，就是很累，就是不想说话这种感觉，不想去社交，不想说话。这个其实是因为他的上行风产生了这个紊乱对，那这样的情况的话，你要念什么心咒，你要怎么去念这个都是有具体学问的。比如说同一个心咒，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念，在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念，它给你带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都是要结合这个藏医的这个轨迹讲的。那今天讲可能就讲太多了，不好意思。老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请教因为您刚才一直在聊藏医方面的历史文化嘛，就是我们现在聊到医学层面可能下意识就想到中医、藏医，那现在可能大家普遍知道就是西医，那中医的话就是望闻问切，但我真的不知道这藏医跟其他2种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最简单的一个理解方式的话，就可以从它的底层逻辑去理解。中医的底层逻辑呢，是道教，藏医的底层逻辑是藏传佛教，然后阿育吠陀的底层逻辑就是印度教。然后西医的话，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它的底层逻辑肯定是从这个基督教走的。这也是为什么它做什么事情，因为基督教它是单神论嘛，它只有一个神嘛。那它的药也是，它就是一种药去针对某一种问题，都是一对一进行。那比如说，他把身体直接就拆分开来嘛，你是眼睛的专家，你就只看眼睛，你就只学习眼睛的这部分。那他对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研究或者深入的学习呢，就会在他本科或者研究生之后就会断层那本科和研究生呢，它是什么都要学的，这个西医的这个教育当中。那等到你成为了一个专科的一个专家之后呢，那你可能只关注这一个地方，那其他地方可能就不是你的范围了。你可能也可以就是完全很合法的、很合理的说，哎呀，这个不是我的范畴。那藏医不是的。对，但是身体是身体啊，你不能说这个不是你的范畴，你就解决不了。那可能比如说是眼睛和这个耳朵的问题，那中间的一些脉的问题的话，那你可能就必须要看两个医生，然后这两个医生呢必须是相互一定要就是契合的。然后比如说这两个医生呢性格不合，然后这个就是交流不好啊，或者他们个人的一些观点不行啊，表达方式不好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两个医生的这个。就是导致你还需要去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找2到3个医生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还要考虑到这3个医生能不能说话说到一块儿。是，那相对来说，藏医是不是就是一种全科医生？传统的医学当中，其实建立的都是一个全科医生的概念。那中医、藏医其实都是在做全科医生的概念。但是全科医生的话，的确也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它可能没有像西医那么精确，尤其是对这个。尤其是以前的话，没有进入工业革命嘛，所以它的这个，比如说藏医，其实是最早进行这个手术的一个医学嘛。那头颅的手术也是在藏医进行的，它有在青海藏医药博物馆有展示，就是以前那个头颅，对对对。然后这个的呃话，您说。请问您怎么定义手术呢？手术就是呃，手术在藏医的概念当中呢，我们叫歇居，然后歇居里面它一共有3个，我们叫外治。那这个外治呢，一共有3个外治，一个叫 jamshi。jamshi 的话就是这个就要特别医学理论了，就是它不是 penetrative，它不会扎进你的身体里面，它只是外部的，非嗯，常jambu 那这才过来，就是比西较。不是粗暴的，相反就是比较就是比较文科的，柔和的，文科的，比较柔和的，叫 柔 jam 和 shape。温和的，然后对，温柔然后温柔。第二种类型叫 zip shape，就是比较就是比如说针灸然后放血这些都是zip shape。然后还有一种叫 j a k shape， j a k shape 就是非常非常这个粗暴的，那就是要把这个方位的是吧？开膛破腹对对对，就是以前这个理论里面就已经有了这3个分类了。就是以前的话就已经有了，比如说这个解剖学藏医也是有的嘛，所以像以前的话就已经有这样的历史，但是呢，它为什么后面就是没有延续下来，就是因为没有工具啊，它这个工业没有跟上啊，怎么工业没有。可能先有的这个理论，但是没有工具？那没没怎没有，不是，我说的是以前有这样的以前是有这样的工具的。你去藏医药博物馆看的话，它也有这个手术的工具，它都有的。但是呢，这个工具呢，它的这个精确性以及它的风险都太大了。那它为什么后面就慢慢的就不做了？是因为它的风险太大。但是当时的工业革命的这个，就是在藏区的这个工业呢，没有紧随着这个藏医的发展而发展，所以呢，藏医只能就是先摒弃这个，然后继续去发展它能够发展的这个部分。这个是一个假想就是我听我之前的一些藏医的老师听到的一种假想，然后这种假想的话，我自己思考的话，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认同感。对，您那说。现在就会引发出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已经如此的发达，那工具也是如此的便利，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那即将迎来一个藏医的蓬勃发展时期呢？甚至我们可以借由藏医发现，哦，原来就是喜马拉雅地区之前的大夫医生的理论是如此的先进。
的确，现在其实就是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这个时间段呢，它还需要一个它因为它有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呢，就是需要去衔接。现在就是在衔接这个断层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西方的很多专家，尤其是这个心理学家呀、脑学，这个叫什么脑神经科学呀，都在去学习这个藏医的理论。然后去思考怎么去结合藏医之前的理论，然后优化现在的这个对慢性疾病和一些棘手的疾病的一些措施。那这个是肯定有的，在现在还在积累当中。那它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点，所以呢，可能大众这个媒体当中看不到。嗯。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嘛，就是不同的，比如说藏医、中医、西医、阿育吠Sorry，陀。对对对。那你们都是藏传佛教就是背景之下的成长起来的。我很好奇，就是你们会觉得这些医学也好，或者是这些宗教也好，从我一个外行人看，我会觉得他们当中有很多相似与不同之处，这取决于他们的地区以及他们各自的历史文化。那么从医学角度和宗教角度，你们觉得会有大同这样的一个趋势发生吗？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啊，你不论是白的、红的、黑的，你都是一个身体啊，你就是一个脑袋，两个手臂、腿都是一样的嘛。它其实它肯定是要大通的呀，都是治疗身体的嘛。那治疗身体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你必须要去治疗这个人的心灵啊。那这个心灵的部分就是它的一个区别之处。那这个人如果是中医的话，他可能更愿意去就是更容易去接受这个道教的一些观念。可能主观你知道或者潜意识你不知道都好，你可能在那个文化当中成长，那这个道教的一些理念就比较容易进入你的脑袋，那就比较容易就是有信服力的。那比如说藏人的话，他就是藏传佛教就是有信服力的；那一个印度人的话，他就是这个印度教就是有信服力的。所以它是因为人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它是相互链接的、相互影响的。那你作为一个医学体系，你不是只医你的身体的，你也必须要去知道这个病人的心理状态是什么，那你要去尊重他呀。那比如说，为什么有些西方人他会来找这个藏医的医生去进行更多的治疗？是因为他的思维的层面已经是接受了更多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概念。那这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哦，我去找这样的一个医生跟我聊天，跟我去说，哎呀，你今天吃饭要这样，明天这个晚上要做这个事情，其实说的都是一样的。西医的医生也可以跟你说这个，但是呢，如果你说的方式和你表达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话，那它就是进不去你的脑袋的，这个是区别可以说就是只是通过不同的途径，但是到达了一个共通的彼岸。啊，这是肯定的。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呢，如果从目标来说的话，就是刚刚中国家说的一样的，完全是最后就是本来要达到一致的，但是它的实际产生的效果呢，也要看对方的文化和信仰和这个接受的程度来决定。如果你是从宗教本身，这些有三个宗教，为什么那些来问的话，其实也是没有标准的答案的。因为本来就是宗教层面来讲，三个不同的见地，三个不同的体系。也许我们可以说是，哦，伊斯兰教的整个的它的申请，就是其实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天主教最古老的那些是一样的，基本上70%一样，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他们不会相互接受，哦，我们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就是它又本身形成不一样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说硬要说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有时候找到一些共同点来，只是我们为了和平相处一些共存的一些理念。当然，我们有这样的角度，但是实际上呢，就已经这个演化了，就是这样不同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不同，那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所以硬要说是回到源头，就比如说你现在是人，但是你可能是最原始的那个叫什么猿人一，是不是一样？当时也许是几千万年前什么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完全把它拉到这个放在一起，作为同一个标准去看待这两个个体。南无